教具释文第18集。这集来讲台语的课本之乱，有教台语的网红讲像柯志恩立委这款的，像我课文这类的啦，算选民啦，家己毋读册，当然看无课本在写啥。好，到底在写啥？莫只是目睭影过字语，咱一字一字来看。这字影，中文有映入眼帘的讲法，台语有影目，影目就是中文的成语。先送互大家教骨先生教的这字，刷落规站就来开始。第一句，菜市仔足接着刷，也有可能是讲刷着。莫浪费时间伫外省文哦，直接解。这句是咧讲菜市仔细刷啦。这字细毋是形声字哦，看甲骨文是盐田的露水在绕行。这字刷来看例句，小学生学台语，遂成为诗人。遂成为台语就讲煞成为。这字细。心烦意细的细，煞成为顺煞。当然，这是教育部乱教乱写的字。即马咱知影顺煞就安尼写，刷落呢，刷落就是接下去。这字落意思下去，刷落就免写细落去这种怪字。第二句，买两尾鱼仔转去。这字转是文音，确实有转的鼻音，但是意思是360度一直转这字啊。另外，这字转是有控制性的，照字形就是手提着3条弓绳来控制马车，有控制性的就写这字转。转去厝的，无一直转吧，是有控制性的转去。第三句，因翁已经煮好规桌顶的菜，免写这种怪字啦。台语的第三人称自古就读伊，有3字通写，在你的选择。中文的他家，台语安怎读？直接读因兜。当然啦，阮兜是无咧写多圈字的多啦。简化来讲，伊若有加片音。写共一字，照中文的习惯嘛，写伊翁直接读因翁。严格来讲，台语古文无复数的观念，伊人两字声音做因共款，你人声音做恁，怪字无需要啦。过来，规桌顶的规有一个完整性。会使安尼写，歌戏调在唱，我君的君就是夫婿，就是翁。有人讲翁婿是乱伦的讲法，讲是大官仔夫婿乱斗啦。若是安尼，我君的就有毛条篡位，想要做皇帝的意思咯，毋是乱伦啦。翁就是对夫婿的尊称，教育部写对啊，拍拍手。第四句，包括教工的前两，你认为教育部教小的功力只到这是无？敢讲教育部连前两的前就写袂出来？前两如何会教工呢？因是要讲正两啦。来，你看教育部的字典写的。教育部乱写的这字呢，一韵的读音确实读正，但是意思是前字，我嘛毋知这是啥。这字早是文音，正是鼻音，正两正兼数加安尼写，简单阁袂误会。第五句，我真捧场，食袂少，莫怀疑。教育部确实写手语的语，先讲真假的真，本来是形容词，现代中文不得已嘛讲是副词，但是自古这字白话音就是真。
即字真详细看字形，将比目睭比大蕊啦，佮加上将铁，就是真目上下看，读音就是真，意思就是凶恶之上，斗争也，非常也，非常爱你就是真爱你，真诶，我真爱你，安尼写真无难处有无？若写我真爱你，难处有较悬是无？真好有一只蜂，蜂场安尼写，含蜜蜂有共字旁，勉强也可啦。标准写即字蜂，将手将风，以手防晒也，读音蜂，蜂场写即字较妥当。即字台语读手的中文读马，连马的马。即字马含台语否定词袂共音啦，拜托一下，完全无共音好无？嘛完全无否定的意思。即字马完全是教育部白痴造句法的用语代表啦。否定词的袂应该写即字。详细解说请参考甲骨释文第14集。第5句搁读一遍，我真芳肠食袂少。第6句，蚵螺逐项菜拢好食。即字蚵插一个字典，意思是责备。我的老天鹅啊！教育部用责备在称赞别人啦。竟然写出蚵螺这种怪事，毋是我挑剔一直骂人，这毋是白痴造句法，无是啥？阿谀奉承的头两字，就是一直讲人好话。有人若做了好，就甲慰劳一下。这两句合起来，就是台语讲的蚵螺。安尼是中国汉语的写法，是毋是非常合理呢？若袂惯势。写中国汉语的蚵螺也可。过来有两字拢，一字是你也，另一字是兼有也。简单查一个字典，就知影安尼的意思。拢好食，戇才拢知影选倒一字，只有教育部的学者毋知。第7句，因翁一下欢喜，叫我炸2包。伊的翁，第三人称的伊，第3句有讲到，直接读因翁。炸2包，安尼写有拗无？教育部阁会叫人炸钱洗夜市，钱爱先结扎，才袂伫夜市仔缀人走，俗也算着一半啦。即字扎，字形是讲甲古钱穿做一串。并且扎伫腰际，另外即字则是炸，加一个走字旁，将扎臂炸出门啦。例句：出门身躯爱会记只炸所费哦。第8句，伊家己包的冷冻好的水饺转去，水饺有一直转呢。第2句有讲过是转去，家己。是伫写啥？自己文音安尼读，研究甲骨文强调的鼻音家己就写做安尼。这爱解说甲骨文才有法度讲清楚。甲骨文的母语就是闽南语。第9句，我讲有食阁有掠，哪会使？即字阁是阁楼，有重复的意思无？无啊。这阁爱研究甲骨文，即字又是文音，阁是鼻音，好听阁袂跳针，即字阁。即字是略大的略，本意是抢别人的大块肉，即字则是掠，鸡仔鸟仔掠甲无半只，即字掠。过来，可以这两字鼻音就读做会使。这同款爱研究甲骨文，才讲会清楚。若简单参考东西仔熟悉，
安尼即字意读使是毋是真自然啊？哪会使着安尼写？第9句搁来读一遍。我讲有食搁有掠，哪会使？第10句阿燕子伫边仔孤城拜托，亲像底叫我做善事。即字字啥物意思？查字典啊，意思求入也。啊，坐伫椅仔，若安尼写，到底是坐也是徛真久呢？乱写啦！即字在甲骨释文第3集有讲过，鼻音伫或者是地，坐伫椅仔落即字伫，亲像在乱发嘛写即字地。第11句，趁因翁行出灶骹的时，因翁我习惯直接安尼写，即字灶建议也是写即字。另外即字看字形足相交，台语就读做关，关外关，有成无？有传神无？台语有义无？即字关读音绝对毋是骹，意思嘛绝对毋是曲，何国用名的用字，即字算是排有着顶的啦。即字条鼻音读骹，文音读曲。第12句，伊细声讲，冰箱钱甲袂喘气啊！即字读钱，教育部写着啊，是无？永远不要低估教育部的搞笑功力。你看，伊讲即字读读啦，毋是读钱哦。即字啦，即字才读读，读细也可，细日芳的细。教育部乱教的即字呢？伊就明明知影即字读字啊，为何钱这个音佫读袂出来呢？钱甲、踢甲、关甲一柄什么地带啦？是钱甲、踢甲。即字文音读斗，鼻音读教，文音、鼻音有时拢无好念，就省音做甲。好甲通人学老。不管好到啥物程度，拢写即字甲。菜市仔人钱甲杂杂杂，真正是人诲人。第13句，哪讲哪拍开冰箱，当一粒高丽菜拔落来，哪边凉快哪边去，是无？哪讲哪动作，即字哪无好吗？当中文大家毋是拢安尼写吗？为何写英文呢？物件落落来，教育部一定写落落来这种怪事，咱写落落来，落来连音读做来，落落来，落落来，拔落来，拔落来。三国演义定有即句，请战请走，台语就讲哪战哪走，即字哪意思就是请也。曲也，既怎么样又怎么样？所以第13句边讲边做，台语就讲哪讲哪动作。第9句的即字哪会使的哪是疑问词，中文讲的怎么可以就是哪会使，好像就是哪参像。两字哪，搁有一字拿。即字的意思，移动也、下也、越也、更加也，愈来愈好，就是哪来哪好。优雅的台语配合安尼的台语文，有文化深度无？教育部呢有3字哪，一字写对，其他2字拢叫你哪边凉快哪边去。毋管教育部啊啦。咱就哪亲像小学生，哪看哪学，就会哪学哪做，哪来哪好。全篇搁来读一遍，是回家功课啦，你试看觅。